所以你那时阵有写讲啊个我的志愿吗？写伊的时阵，读书就是当然有啦，写志愿。按啥嘛个？哦，盖拢是哦，上做军人，做兵。兵日本时代啊，甲你一定啊做军，做到我那天班来做兵的哟。我的志愿要当老师嘛。你按得下？也是，以前小朋友10个8个都小的时候都说我的志愿要当老师的。交通梦工厂的开始的原因，最主要是记录等枫林掠100年来，从日本时代开始，枫林掠到日本移民，然后安尼掠台湾2次移民来到东部后山开发的过程当中，所有枫林人文发展的一项记录的素材。花莲到花莲前花莲县的，除了花莲市有中等学校以外，其他乡镇没有中等学校。小学毕业了以后就面临困难，要么你要花很多的钱，要么你要离乡背井，交通又不方便啊，你要从乡下到花莲去读书啊。他当然清穷，清上，清初中高入啊。每个奖都很出名，个前勤奖嘛个呀，伊特别特殊啊，都不下很多好高的行用这样种的。对，他是长女哦，我妈妈5个姐妹4个兄弟，她还有书可以读。小的时候她也常常，她会读，伊会通一本书嘛，伊到写时咧，就会通一本书诶，用通一本书换成客家话会讲故事咁来的。读书是奶妹冲击。因为奶妹完全没读书，所以感觉个辛苦，所以很那个读书，所以那是修作很美，个样样。初中毕业讲问阿爸，讲托马个教，阿爸讲，你落胎落没按多，主人阿爸讲你海地不是讲来地，去托马个。太家是县的公费也好高啊，读书唔是钱啊，做啥唔是钱啊，买书唔是钱啊，带唔是钱啊，只有读师范的读啊，都系读初中2年前3年前咧，我爸要带我下国家人办到封闭嘅地度去开垦。我其他留到枫林读书，考到师范学校我爸干历化，48年过世，我们家才从我伯父就带了很多工人去把我们家的家当又搬出来，住在原来我们住的那个仓库那边。等到我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家里面才慢慢一帆风顺。因为我小学毕业以后就枫林国教毕业以后，6年前毕业还是这去花莲，伊让人偏远做药厂，都空隙，就这样的，这的不卡有工厂，做差不多有1、2年、2、3年，就编师傅的，他是17岁编师傅，大概是讲按他的年龄做到老就很难以退休了。像我拿不卡钱就废去了，就干脆就这一科师范学校，
希望到当时伊都是唔是钱啊，哦，受有员唔是受贿啊，唔是啊，是这个都希望搞这么扣多嘞。因为变成做一个高中啊，有冇个特质啊？有冇个？当时哦，做高中来去做，民国40年到48年去做老师，无一家无想讲我做主任啊，做高中无想，从来认真读书都做好嘞。我报名是。只要有一个家长、一个老师，要强要紧鼓励呢，讲起来出去做高中了。哦，你某一做高中就变了嘛，你某一个就下半年他无法做主任了，你不许多年了，你话哎呀都变啊！后来啊，去做去啦。哦，那毕业了以后都教书啊，教书了以后救的哈，都大家都有的做主任嘛，啊救的有的都做高中嘛。期看到去做高中，期要做高中，大家都见福啦吼，见钱也有啦，见公口的鱼也有。东西的文化局长叫沈宗炎，去探讨我哋就安尼街道的改错呀，古迹的时间呢，佢非常崭新，哦，经过举办的协调会以后呢，其实把经费下面本来在装修。那个梦工厂的宿舍呢，迄以前高中的宿舍，也就是迄个下凤林国中高中的宿舍，因为是时代复旧的，都15年前来讲，那个宿舍就开始无人待咧，那个高中因为宿舍破烂铁的、旧的，有所无法度我带入来。当时他们也有限制啊，他说这个房子不到100年啊，我会跟他讲啊，我说100年才来救它已经烂掉了。现在我们救在20年，它就100年。你看，该校长孟工厂这个礼拜待呀，洪校长，列向明哈，我的校长哈，他在凤中7、8年了，他西装笔挺，可是人很好。他请的老师都是一流的。佢待过以后，我们高中是冇待过的，冇待过是根本冇睇啊。那个父母年代是东江的。地方文化馆，它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响亮的名字。东凑西凑，包括当时的文化局长沈局长也提供我们蛮多的意见。后来就决定用校长孟工厂这个名字，不然你找不到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字。沈局长就是讲，凤林嘛，7万多高中，出80万个高中，我是将俩只古迹按照校长孟工厂，东西按那名的时间。2004年3月1号。校长梦工厂进度大概20%到30%。同学孜孜不怠，树叶巍巍大成，我们要坚诚团结，勇往迈进。我是1月30要退休的，那1月30要休夜市，休夜市完了，我把桌子全部整理了。当然是这以前我就把该搬回来的东西搬回来。最后那一天，我大概留到12点半，
把所有做上统统弄干净，该丢的丢，该带的带。休业式完了，该休业式9点多就完了，老师也走了，留在校董把所有的提报提了，钥匙交掉了，才有那个就是这样。我退休真突然，我没想到我只要按说退休。90年那年3月，我到东湖国小，然后3月教育局忽然間來戒嚴啦，副局長啦，副局長係學生嚟喎，老師然後教佢查嘅人數跳小，30人的，用經濟的那個角度來看，不划算。校長唔用會退休的喏，迄做滿退休的。做滿65，面臨退休啦，很多面臨退休咩？退休之前大家都要想，不過青東園標唔下，也是清水溝的要清麻煩，所以太監有退休症候群，退休1年總是最唔想的時間。奇怪，退休唔係講臨時發生的事情，有憂鬱症。你退休以前也計劃嘛，靜的我要做什麼，動的我要做什麼哈。你要把日子排好，怎麼說退休下來之後，哇，快點，你就做嘛，當你坐到個火車頭，個酸火車過去度，有人在演的。退休校長最大的問題是朋友來生，他已經沒有社交。退休的第1年啊，因為去適應那種的生活。退休前啊，時間要準備好退休咧，心理上就準備。所以伊退休啊，唔感覺我冇習慣嘅。如果你心理做到準備來退休咧係退休啊，來退休喺做乜嘅？有啲人是講哇退休就錢唔關還像我上班樣嘅，唔好做我自家都有心理準備嘅，就冇係咁係唔關嘅。有啲人嘅觀念是講，退休嘅係唔會轉移嗰隻學校，有啲人嘅觀念。因為很多校長退休以後，學校禮聘他回去當什麼顧問什麼，其實你60歲嘅人你喺教長要請個後生，30、40歲有可能觀念會冇同樣，有時候會有你們講思想上、觀念上會有差異，所以也不是說沒講磨練到的。我退休了還是磨多講以後查報告的事情。因為老師跟校長之間是有一條溝在，是有一條溝在。同事也不跟你來往，因為你是校長，以前管我們的，對不對？可是很多的校長就在我的觀察裡面，他們覺得很落寞。就校長退休下來，普遍都覺得很落寞。一個人審判冇聰醒做唔到，冇目標咁做唔到。審判聽到有聰醒，講我要做乜嘅，我做得做乜嘅，我還有乜嘅好做。所以退休之前，心理上本單都有準備。校長，唔係哈退休的啊，唔做嘅差唔多年生活作息很樣嘅呢。不管有些是做，某些是打電話。做乜嘅事呢？就是聯訪啊，聯訪上次也後生嗰啲做咩上次伊來看咩，上次填名咧，你安落嚟啊，也冇的。後生係做乜嘅？後生是從啲出家就轉嚟就準備講學築壇啦，學築壇啲做嘢，其他是冇辦法啦。迄以前是冇做嘛事情是一行一行的，
有没有上到鱼抓这样工厂呢？也过这下量啊。像我前摆是讲，上来又行体育力量的啊，另外讲个退休也冇做，就特别叫咱有时间来做。底下装落去特别咪合接就来啦，冇我出2、3年2个落来对不卡。父亲的梦想，其实他也非常的希望他的孩子们也能够从事教育工作。这个或许算他的梦想。对，温度比较偏低。那至于最近我是并不是太清楚啊，因为我爸退休到现在10年10年呢，他退休的时候呢，那时候65岁，他也很想说，他的愿望就是说能够带着妈妈，然后到处去旅游啊，到处去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等于是说可以松懈一下一个担子呢，可以比较变成一个自由人呢希望到他想去看的地方啦，想去玩的地方啦。青森、秋田、岩手、宮島、山形。新潟，我们去这几个地方7天。你印象里的就是你父亲在做校长的时候跟退休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吧。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退休前是一个基金啦，一个基金啦，就基金开了厉害就他心理上无安轻松啦。这因为不是付基金，虽然讲去做去父母无付，不是付讲清谈的基金你迄个做嘛干做嘛干，不是付，是感觉是较轻松较轻松。我爸在当校长的时候，我没有在那个学校过。那你小时候有跟他常接触吗？倒没有很多年。我爸54年，他在那讲54年，但我都要3年级，他就当校长去了，所以就是1个礼拜也回来1次吧，基本上。所以我小时候跟我爸接触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他哪天他也种园啊，他无意了要生产的。
了，出发了啊！后长员都没插啊，后长员职业都有困难的，吃饭都有问题的，都跑到外地去。你看这条街，你怎么找得到年轻人？我隔壁带孙子，我也是三老，隔壁也是两老，哦，你看到会通往老人家，因老人家唔放弃了做事情，风景都会没落了。有退休前啊，就是有对用语言做职工了哈，就是利用礼拜天啊嘛来教语啊。以后是其他无限是拿标题无做，本门就希望，因为退休要做乜嘅好，就想就是讲一家个福天咯，點解退休就大天咯好来哦。退休這時候，我幾下退休，再個材料啊，做咩講？講風鈴要辦那邊欠嘢，因為再來處置一下文化志工啊。来回馈地方，来对地方的服务的，因为大家都真赞成，是老政府所伊讲，进种啦、社会科啦，通常都很上赞成。假日他休息，我们就义工来这里开吧，然后晚上我们就他正式员工休息，晚上我们就接到9点，让这里的学生有一个可以贴书的地方。遐梦工厂是还蛮好啦，梦工厂天慢慢迄讲介绍嗰条事情里面的哦。你啊梦工厂就遐有规划啦，天摆爱分讲3位咪吼，了都过来讲通常中学些有图书馆，还有了来客家文物馆，个梦工厂嘅3啊。每天会搬到3组，每天是合起来，混合了啊，混合了拍，哦，了每天啊，了还蛮就讲真实的规划。有想是讲要分3组啦，天摆嘅梦工厂可能1礼拜一摆，嘅高中嘅介绍用哦，要紧办啊，按多咩摆唔落咩，所以1礼拜一个主题咯，哦。人家用得到我，人家想得到我，人家打一个电话就戴校长有什么会有什么活动，你来参加一下好吗？我一看我的行事历，好，没有冲突，我说好，这是我的荣耀啊，因为人家要我，起码还想到我说，还有戴国建这个人啊，还可以用。
但是就老实讲啦吼，我退休者吼，每进攻也要创个观念，创个专业啊吼。我讲吼，好球，伊迄是有事情，迄个是要来吸引人行来，通来每进攻创个专业啦，创个专业就无靠无到诶，因为有新的高中啲咪吼，是较排泄嘛，安尼无事情咧，较无去啦，较无去。但是思想是想不好，我讲俺不会讲从来，不过我心里上会想念你们的哈，想念这个学校。退休前跟退休后有冇跟无相同的看法吗？这个差不多嘞，差不多啦。上次你是讲无很高中人退休嘞，因为退休就没很高中，就不爱钱了，他讲不爱用准金了。迄阵你甲摆校长室哦。呀，校长室。可能聊得袂，不你挺怀念吗？挺怀念啊！这边可以休息啊，这边有一个浴室，那个化妆室啊，叫我们拜公王给拜公车，又很富学啊嘛。你甲摆做哪？这个做呀。你都讲变多，就你甲是哪会吗？就以前很有啊。用来本你还怀念的素材吗？怀念。是那个数位了，不会啊。老师呢，怎么去俩多俩？厉害的，没有理解的。我们可能在电脑教室，电脑教室。甲摆肉吗？以前冇人多啦，不过上次那是8年前每天全台湾小学体这样有挺多学校。给你甲开始的吗？甲开始，差不多是，我退休前嘛是公园前啊。嗰陣時有時候冇講半學生咧學嘅啊，是可能係全程體育啊，其他學校啱啲啊，吹兵啱啲啦，吹兵可能嗰陣時又開始，冇人多啊，我家是12台嘛，學生啱冇幾多啊，12台差唔多偏叫13使用台會上去做咩嗎？會上做咩嘢嗎？冇衝去上隊啦，衝去上隊未夠位啊！學叫咧看滅擺哦，夠位。你家只時節啦，對學生有乜個希望冇？家希望是講做校長嗰陣希望講學生學咗嘅東西要用啦，將來要將來成，是咁樣，那學生交代，所以啲學生很學我係很慢，佢很學我係很慢嘅，比如書也好，乜嘅軟體也好，很慢。上次台灣嘅書那軟體這樣去摸起做，就示範潮嘅線上，我都愛演戲嘛。嘅書啦，嘅軟體啦，免費送過來。東西啊，60人歲，佢講呀，60人歲很咁咩呀東西是公元前哦，後生人哦冇嘛魚命啊，你講按多歲咁魚命啊東西，佢也請到來，所以就緊送東西過來，我係緊學生也學，我也學，先生也學。
哦，结果是学生学袂啦，学条啊，你学路咧，真大架，到了都真普遍啊，田螺才开始地咧啦，哦。这能够付基金哦，人工引进来之后，飞到欣赏飞到，你父母欣赏啊，就飞欣赏，父母俩哦，所以要学生诶，就按个心哦，按个凊彩慢人之做就做高教，我想做高教唔免用切片的啦，冇啦。哎，姐姐，你那梦工厂，你那个门口你有钥匙吗？科长又没有留下来。哇，他放哪里？要验收，那个陈先生会有吧？就是那个老板啊。你科长也别留下来，不要到时候那个以前民国50年的时候，有200多个小朋友，那都是退伍的哦。老屋啊，都了未可以散了。有人都好高关灯哦。冇上的啊有，个旁边也都声音咧抬的，老屋啊尸体的，声音出移的。剩下来阿美族在这里人口越来越少的，冇好上，出移去那个好上的。现在政府有交通车，把他们载到大荣国小。你跟师母还有常去回学校是不是？我有空我就回来看，然后我差不多每个月我会到那个太巴郎国小去看一下小朋友。哎，乱七八糟，很漂亮。变成一个废墟了。这个学校是离家东附是民国90年8月1号拆掉的。那时候改下后生的村30米沙田。大概教室几多张座位啊？有2、3教名啊，一张桌子2个人的，有的是一张桌子1个人的，那2排呀，2排一点。你也可能安种用嘛感伤哦。什么动感苦啊？当初
新福宫流动银行来整理校园吼，维护校园，结果一下学校裁撤10月公休的时不去落任退休哦，9月中学教员因此免退役，蒙云对啊，一个建筑物没有人在这边，一定是很凌乱了哦。还有很多当初大家协议的条件哦，比如说每个礼拜东部的小朋友要回来这边上课哦，每一班回来这边上，这边的课桌椅通通不动，设备全部不动，这边的小朋友每个礼拜要回来上课一次，也没有啊。电脑要留下来给社区的老百姓使用，也没有啊。图书室所有的设备开放给老百姓使用，也没有啊。所以学校渐渐的很凌乱，有的东西被搬走，有的东西失窃了，有的东西也毁掉了。你看打 A 的边拿奖奖，那个防火的，这个盖子，铁盖子，上个月被偷光光。给操场洗边的，给改为改吼，改边没有改，第二边没有改，200人公车个，偷毛不人来奖奖，给贴改啊。看到心里面。好像有一点自责，不过另一方面，看到出去的小朋友哈，原来是很害羞的，出去以后跟那边的小朋友马上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且表现很特殊哈，心里面也觉得很安慰。可能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学生呢，学生出去能够及早跟社会人接触，哦。那也是一个教育，也达到一个目的了。至于说硬体的设备坏掉怎么样，那心中还好。展示品哦，要不要穿那个？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点脏，所以叫妈妈穿上来。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些超耐磨的，应该还好。对啊，美观是要试吧。这个案子哈，在我最早的构想，我其实都不是做一个这么封闭的，因为这个房子不大，大概只有40-50平。那作为一个展示空间，确实它来讲是蛮难的。然后当时我们公所也是蛮热切希望说这个案子能够把我们凤林历届的校长的那个丰功伟业都在这边展示出来，因为难得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居民啊，他们一直就是大概觉得钱怎么只修这一栋啊，他们都是中间有这个过程的，然后再来就是反映围墙过高。可是围墙过高这个事情，后来我有跟他们解释，因为像我们这个部分有没有，就只做2根而已，你可以看到整个公园里面。好，那为什么只做2根？事实上，因为那个公园是比较属于更 open 的，你可以人在整个里面看到公园里面，所以它的空隙什么都很大。但是这边毕竟还是有一点展示味道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所谓的一点点的那种保全的意味在。那你墙事实上是一种宣示意味而已啦。那我们刚才讲说，只是把它做到2.1米这个高度，那再高那种超过人的那种尺度又不好，然后再矮呢，事实上感觉就全部都看光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大概就对墙他们有一些意见。听说这边当地的报社也有报道说墙过高，但是这个点倒是我很坚持。我当时有跟镇长讲说，我个人设计的角度来看，我蛮坚持这个墙还是要这么高比较好。那你知影这是啥物无？啊，这间啊？这人讲咱方面出几个校长，就这间即马修理起来，要互员工就对。好吧，两百公块嘛，每万几万。譬如说，按照你这个中基嘛？对啊。对啊。总让枪枪死有中基啦，就是他你在他唔好，这个围墙不好看。也都是按做呢，你来伸手起来，来做机场。凤梨下叫。啊，凤梨大一流的，弄来弄去，那搞死老百姓。这个我想，这种设计手法的东西，不是常常在做设计的人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个也是蛮难的，因为我们设计的想法跟真正在旁边居民的想法，真的会有落差，每个人想法都会有落差。那这种东西真的也没有什么对或错，因为它就是个生活嘛，对啊，大概是这样。东西按那两个时间有2极化的反应，你等于就讲哟，是高中来了奔梦，哦，也是讲会大家来梦想来当做一个梦来当校长，哦，有2极化的反应，哦，道理也很有人讲，很每两命来改变，吼，可能讲用学好的名目讲，哦，做高中的人。做高雄的演讲做得俩只健康。校长梦工厂定了以后，有人有意见了、他说为什么只有校长有梦呢？对不对？是校长梦工厂，还是校长梦工厂？啊，这个断句有问题，对不对？你要假如说这个把它断句，校长梦工厂和校长梦工厂是2个不同的意境嘛？里面的内容怎么样哈？我倒不介意，因为凭良心讲哦，以我们自己经验，你说要年轻人去在里面浏览看什么东西哦，我们没有期望很高的。我的意思是说，有那么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在那边，哦，一个指标在那边，会不会激发年轻人说啊，我想最终目的是要鼓励年轻人勤学的。梦工厂哦，以前做很多校长梦工厂，俩可能哦，俩校长梦工厂的校长会拿第一的。你凤林人才对凤林有贡献，也没有校长经验嘛。当然，我们今天设这个梦工厂、校长梦工厂，不是为了要培育更多的校长，我们的目的绝不是在这里。我们只是借这个校长宿舍让它延续一种人文的精神、教育的风气这样而已。有很多老师在反我，他是很反对啊。为什么你们校长只有梦，而我们都没有梦？我们是把校长梦放在前面。
为什么校长？校长的梦想哦都一样，不管张校长、李校长都一样，是要把学生教好，把学校办好，这个是校长的梦，这个梦是大家一起来做的梦。盖房子毕竟只是幕后的事情，真正以后呈现出来是那些志工要怎么去把它最好的那一面给大家看，那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大家功成身退了，就没有什么。